大家好，我哋係飛機組，我嘅本書叫做《麻雀吃太快》，作者激華，喺比比找媽媽呢個主題入邊，我哋認識咗唔同雀仔，覺得雀仔好可愛，所以有保護雀仔嘅諗法，希望透過呢本書教識大家唔好餵野生雀鳥，喺佢哋森林入邊住咗好多唔同嘅雀仔，其中有一對好朋友鸚鵡夫婦同埋麻雀菲菲都住喺呢度。佢哋性格唔同，夫婦處事冷靜，菲菲就好心急，但係佢哋都可以成為好朋友。有一日，佢哋喺森林嗰度玩嘅時候，發現咗地下有一個禮物盒啊！菲菲即刻將禮物盒打開，發現入邊裝咗好多食物，佢即刻將禮物盒入面嘅食物全部都食晒。呢個時候，菲菲嘅身體變大咗啊！起初，菲菲好開心，因為佢變得強壯，但係後來就發現並唔係一件好事。菲菲好傷心啊！夫婦決定幫助好朋友，所以帶菲菲去揾見多識講嘅貓頭鷹老師。貓頭鷹老師都唔識處理，於是介紹佢哋去山井玩鴿子魔法師。鴿子魔法師了解情況之後，即刻研製藥水俾菲菲服用，菲菲嘅身體終於恢復正常啦。經過呢一次事件，灰灰同埋菲菲決定提醒大家唔好亂咁食來歷不明嘅食物。我哋嘅故事講完啦，多謝大家。